继续来看，这个赖清德当选着总统，但是甲蔡英文总统顶一回竞选连任的得票数比起来，大量的少年选票拢无去咯。讲这少年选票拢转去支持着郭文哲，所以民进党的青壮世代是互相来串联，发起着自救会来检讨。赖清德嘛甲民进党内的青壮世代开直播来对谈，这谈啊谈，讲啊讲，讲到郭文哲的社群经营的时阵，赖清德是惊睇到郭文哲伫网络顶看会到，但是实际上找袂到。你那一天是在节目上面讲的，现在就当着我的面讲。哎呦，呛！在日头会的少年世代上直播，前总统赖清德透过网络甲少年人请教，毕竟伫这边的选战去互民众党的对手郭文哲抢袂少少年选票。对于很多的青年族群或网络世代来说，他现在打开手机，每天看到的政治人物，其实我不会演。绝大多数是来自柯文哲的资讯。对于网络族群来说，他就是每天打开手机看到，就好像每天都到你家门口打招呼的阿伯。快就吹掉了。时间久了，你会突然有一个熟悉感。虽然讲赖清德选赢，不过也渐渐看出民进党失去少年选票的问题。两年内底，一阵青壮世代的党工节幕僚和民意代表，伫选举了后跨管区联合启动自救。我们一些党内的新生代，其实从选前就相当忧心。除了北部以外，桃园、中部，我们必须要在陆战跟空战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这本来就已经很吃力，我们也还没有跟上影音时代的脚步，这些都是与会者炮声隆隆的沉痛建议。1月20日暗时，有家人市议员张志豪等人在台北举行一场145自主检讨会跨县市座谈，其中包括无选调立委的吴征、赖品妤、詹文航等等青壮世代拢有参加，主要是咧检讨这边选战内底，除了宣传平台是不是无够多元，少年人对8年政策是不是无啥有感觉？目前民进党的青年部这边呢，已经举办了6场的青年志工座谈会，来听取年轻人的意见。目前也持续的扩大搜集外部的意见当中。那接下来呢，相关的意见关于年轻人的心声也会最后汇整成报告，直接的来呈交给赖清德主席。那安尼，洪社讲党内有人咧准备，所大概要提案正式青年中常委，和少年代表列入决策款。要安怎究竟和少年世代的距离，嘛正做赖清德上任了后问题之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